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，拜五就要表决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到立法院说明备询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由总调布坤基拍头阵，布坤基伫质询的过程中生气，转倒连转八改，爆发着冲突。结果院长杜英泰甲口说讲藐视国会咯。若民众党是黄国昌提出着现行的条文，挑战着行政院复议的理由，现场是高的火药味。卓院长，请尊重，你是行政院长，你不是地方议会议员。拿当当拿大声讲。国会这款修法复议质询的第一棒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布坤基上场，就和行政院长杜英泰爆发着冲突。如果你不是行政院长，我觉得你的水平是地方议会议员，你可以这么做。所以，卓院长。布坤基特调挑战行政院提出复议7大原因，双方爆发着真重的火药味。等到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面对法务部和杜英泰的时阵，搁再提出伊战神的气势。只要没有设上限，就是违宪。我在请教的是，这是不是我们新任行政院院长的法律见解？你为什么不设上限呢？哦，对嘛，所以你认为现行的条文也违宪嘛？来，针对行政院的无限期审查人事动议权，黄国昌提出现行的条文挑战院长，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，结果拿被小连甩炮轰，等到家己人上阵，就加一寡小插曲。那我就问你啦，现在这3种手势，哪一个算是藐视？中间那个是可爱啊。民进党的立委考试表示动机不清楚，就令韩国名车容易挂登上国会殿堂。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，调遐立委甲行政院来回过招，为拜月表决提早暖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